哎呀，各位聽眾，我在歡迎人到嚟收聽邊咧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嘅特別嘉賓咧，講個了啊。春卷啊，看啊，我在人我嚟美國外國嘅人，甲人嘅 committed 嘅交三字個度整個。OK，嚟咱介紹下特別嘉賓先，到啲 Clubhouse，唔是到啲Zoom 邊嘅，就是話嘅幾件，歡迎幾件。然後個有困擾嘅阿龍。係啦，看下哎呦，斯卡全佢就出嚟啊！隔住，我唔話 zoom in 啊，我直接話 zoom in 嘅 check 嚟同我講。即係我諗，一線咯，一困啊，一起啊，冇架帶鬼咩？困就我哋講嘅呢。唉，其實 Clubhouse 介紹先 ，Clubhouse 嘅位呢，就是九十字咯，歡迎九十字。Hello，個有比賽講 Hello， 個有加工，個有細漢嘅，歡迎大家。這禮拜我咪講話題呢，是我第一暑假做嘅物件。安怎啷知我冇暑假嚇？我講佢就一擺好。我第攞物件就是細衫。係咪數呢？唔係先寫嘛？我哋攞是自殺，自殺甲有殺，自殺有殺你本冇暑假。actually 我冇暑假寫衫，就俾單。OK，然後我講寫衫咧 ，actually 是 consider laundry 啦。OK，所以是尋寫衫自殺有殺，你實講個了。小沙係咩？拍沙嘅小沙，拍沙小沙，我頭殼聽。哎呦，拍嘅是落河個抌嘅了，佢就過死過，冇燈落，未使情一破病。教你講，冇啦，你呢度冇有嘅。你講未？再講。我講古早我本身嘅路呢，真正見寫衫，真正見拍衫，真正見活衫。折衫係咪㗎啦？特別當見嘛，係你寫衫、拍衫、活衫是 therapy 好啊。我教你講係咪數我見就教你講嘅呢？嚟你講做乜事見？拍出去冇乜嘢咕落河，我就寫會寫，但係我見思咯。But then 我當見呢後一條我本真係見寫衫 because 我 before 你寫你就係橋。就搬就係搬，冇想食白都有食嘅，有食。你有這是俾白啊，是有食啊，差唔多食嘅事。有你諗冇搬，你俾每隻，because 我擺有你諗冇搬呀就諗嗰時三有搬咯。白又搬白呢？白梗有食。客古嘅時我第一屆就是條善價是我寫紅色衫嘛，我得條 Annie 條白行嘅衫，我人教你用住你叫 color catcher， 就你熟嘅了，你食嘅了出嚟。唔是，不，so that's why 我講 before 我穿善價衫，我就記寫一道線。before 穿嘅時寫一道線。แล้วลูกกวยเท้ากวยเอานี่ลูกสินเจียสิลูกเช็คand then after ลูกเซ่อีบอกอะไรไก่咯但係不是你是見我是綠色有嘢做，特別人搬鎖嘅時候，有當時唔是跟那綠色呢就，你成綠色黑色嘅衫，你參住你白色嘅布入面去，還是你黑色嘅衫個咧有啲白嘅咧毛毛咧。伊叫咩啊？掉到你黑色嚇，掉到黑色，嚇，鏈子掉到你黑色位，所以你就一半，我人較一半是 light colour， 我冇講白啦 ，light colour 加淺嘅色，就是參白和色啦。但是你買呢，唔是呢叫做咩嚇？係咧 bleach 叫做咩啊？漂白水啊，漂白水。所以你買係 bleach 咧，你就係白嘅另外咯 ，because 有色伊。綠色嘅嘛，所以你另外白另外色，แล้ว中午是差唔多有色嘅，紅尾車白啊，可能冇紅尾車啊，藍啊，看到啲係另外一 group，แล้ว你是 dark colour 較淡色嘅，
你咪參加你白色妹成年到啲嘢嘢，你看半啊，伊毋是干那生呀，你也是白會使哦，你參加你紅色會使哦，你會白啊，布達嘢呢，grey 呢嚇，白嘅，無達，伊無達，特別啊，伊會色無安尼，唔是達，伊布達嘢，伊無貴嘅白嘅。啊，伊布達，伊像個 grey 淡薄，你看暗伊淡薄暗嘅啊。所以你若是無扣伊啊，伊就安尼咯。所以特別我當今我無買，我無買，特別我古早我只驚有曬，我甲你講啊。哦，我講啊，我家己笑 ，because before 我來英國嘅時哦，咱到馬來西亞咱真好命嘅嘛，有工人甲咱有。我唔捌有啥過，我規世人唔捌有啥。我無工人。所以我唔捌有啥過。無逐個人個馬來西亞有工人。伊就是人做你看一條 shot 啊，嚟美國時，係咪嚟英國時？了我唔捌有啥，我其實人唔捌有啥過，就係細漢甲大漢，我唔捌家己有啥過，所以我要來英國嘅時，我才死啊，無工人啊，就愛家己有啥嘛對。了時我朋友就講免有咯，我講袂咯，穿迄個舊嘅衫，我袂，了我嘛去，你知我去學教我朋友講，我朋友開迄個路邊店嘛對。我講你教我安怎有啥，我教你有3個月，免我無交你錢，我教你做工3個月免交你有啥爾，別行無交無做，有啥？我教有3個月，你知哦？但日我放工爾，我去伊位有啥？你教你安怎有啦 technique？Yes， 伊教我安怎切衫，伊工人教我，伊教我教工人兩人做，連有啥有甲己爽一過。我來這邊嘅時候，我咪就有啥咯。咪教我咯。有啥好我是一個 therapy 來，because 我有啥呢？我坐落去，我坐條有啦，無徛條有咧啊。成個慢慢呢。坐條有看戲啦，有啥 means 看戲。我無點想看戲嘅嘛，所以 each time 我有啥我咪看戲咯。了拍衫呢？古早頭殼天，我逐個拍出去，我就出去呀落雨，我就洗過。但我無，我去買一個真啊大嘅 error， 炸掉。喺啲我 conservatory 裏邊，了我會拍參迄個 yoga camp 啊 ，double 嘅 king size 會拍兩條，所以我當今 OK 無拍行啊。所以厝頂人炸掉啦，伊有啥做厝頂砍掉 ？roof 嘛嚇，所以啊。伊袂拍到好咯，所以特別伊是 open air 四邊㗎，都開㗎了啦。無開，我伊是 room 啊，conservatory 嘛。哦，你伊無通風嘅呀？無通我安尼住裏邊啊是summer 嘅時安尼住裏邊啊，伊真係住咯，了winter 點少開窗啊，可以通風咯。哦。那即係每隻，你講到這了，有啥到你 ironing，你嘛就吹。Actually， 習慣嘅，伊也是對 ironing board 嘅 situation 是做幫。ironing board 會幫個正落嘅哦。伊啲 X 會開攤，可能嚇。ironing board 會開正落。你 ironing board 成個人 surfboard 嘅 shape 嘅 ironing board 啦。對。真係大嘅，所謂係真係大條嘅衫。係個地落嘅咧，地嘅 position 啊。position 啊 ，OK。我會 exercise， 所以我啥事 ？exercise， 你到底咩叫做係咩 exercise？ 我係我係係伊有打我一個係 dumbbell， 係咯，佢踩嚟佢打個檔啊嘛，掟個幾攞啫。我係係 ironing board 一啲哦，我係seated paddle， 我個係有得打。特別，即係講我咪未錄看，你學到係咪物件有啥咩 technique 教我者？學到咩 technique 啊？我講啊，我真反頭一條，我冇用
steam iron 我用 steam generator。OK，还没无像 steam generator 是安那一支剑，就要出 steam 那款 steamer 呢晓。伊个 separate 了。separate from 伊个 iron 呢。OK，我明白了。伊说伊 steamer 啦，特別伊是接到啲有刀嘅本呢。所以咪是上個人 professional 啊，裁行我可能裁行是做伊個 separate 嘅伊只接入去一頂嘅煮嘅。有嘅時哦，because 伊較有較濟嚇較擺嘅 steam。所以伊個衫啊，你做煮本好啊，你有落去就貴啊嘅。所以你就要教 steam 啦，意思是講。對。OK。你這是杜比嘅學對嚟 ，OK。杜比嘅學對嚟，所以你 steam 就要教。steam 就愛教嚇。你若是無教嗬，你若是無安尼，你無用安尼嗬，你就愛買下你盤下你衫嘅，下你水啊。轉呢，做 spray 翻出來啦。especially for 盤和活衫嚇。嚇，較油嘅嚇。唔是，伊水唔知有下咩物件內面，我唔知啦。I see，伊說有咧，唔係 starch 啊，有咧。唔是。starch 無像 starch 無。starch 無像，這是水嚟。所以啊，特別這是店會買啦。supermarket 攤買。伊想 relaxant 呢，做下伊個 fabric，伊個 fiber。 wrinkle free spray。哎呀，我有三成呢咯，我特擺有三成呢，而家抓呢。OK， 我係 evolution， 我有出嚟。我古早有用 steam iron 有啦，然後只無暑假嘛，半段嘛，然後我個電掉跟住用你 steamer 咯，就輕咗為三。我有本特別我冇用嚇。然後們半段，你們半段了，那麼跟住俾你 wrinkle free 抓嘢啊 ，because 只情落去咧個差不多咗啊。你有 technique 嘅就同你講用你本，我轉嘅時候。我轉迄個 wrinkle free 嘅迄個 spray 時候，我夾出來，我衫唔是講真正嚼啦，特別紙嘅衫我當時有淡薄夾鹹嘛。然後紙啊衫啊，嚇紙咧衫都當時一邊有啥有痕嘛，有痕嘅嘛嚇。所以我就轉頭整後背，然後我可以 absorb 即佢伊嘅 fiber 淡薄成咗。有時你夾到啲你嘅衫一邊嘅啊，你啪一燒我們是，特別你哋轉啲絲嘅歌呢，就係時你愛 even 呢，你就一邊嘅轉，你邊過來到啲一邊嘅嘢咧，一啲嘅嘢燒，然後一啲到啲一啲嘅衫誒叫咩啊？即叫咩？正要嘢。我不要講，我再你講下面。你燒撕嚟 corner， 對撕嚟 corner 你做，所以一邊做伊 stretch 伊 fabric even 呢，以後伊 wrinkle 就出來，就像半大人嘅罩咧。Malaysia 有攤賣哦，你 spray 應該買得到。因為我冇聽。可能大數個買得到，日本哪有？anti wrinkle 啊 ，anti wrinkle spray， 我是用。maybe 大數我知你。我知道是用。日本哪有用？飛機嘅時候知道以後啊。spray anti wrinkle spray 我知道呢，我吹掉。因為你先我成個冇咪看到，我嗰陣時在 comment 你同我講就 please，because 我對嘅時候我不用。吹過。嚇，攞去吹咁同我講 report 啫。古早人嘛是用 starch 咯，冇用這個 anti wrinkle。特別冇像我 starch 是一有跌了嗬。依家定嘅呢。嚇，擦一下 shirt 是用。特別係 color 呢，嗰隻 color 呢嘛，係 color。誒，做工嘅 shirt is official shirt 咧，有係 starch 啊！我古早細漢時我買係 starch on 我 uniform 嗰啲白色啊。哈，哇，夾帶。哦，夾帶，錯啦又。嚇，錯，你講，我買得古早時陣做嘅，用洗咗衫好了，依個去浸嘅，一浸係你 starch 嘅對。你煮了嘅 starch 摻埋水啊，加水淡薄 ，and then 你嘅嚟拍打好了咧，嗬，嘅嚟活一 steam 嘅 steam 嘅，活得好。其實老師，辛苦啦。夾帶啊，夾帶。查，有啦 uniform 啊，伊是醬嘅一定嘅，肯定就。你白色嘅 shirt 啦，大到醬嘅，唔知我細漢時。對，另外洗過水特別洗嘅醬啊，
你家己来拍。特別我講聽你 anti wrinkle，人甲我講 anti wrinkle 是按照伊嘅 solution， 伊有陣胖胖嘅呐，特別伊是做好伊啲 fiber relax 咗，伊嘅 fiber， 所以伊變做伊較用，你如 actually 教你 instruction 時，你轉咧是你嘅手呢 spread 到啲名稱嘅 spread 伊 spread 伊，你一對做好伊 stretch 伊嘅 fiber 啊，我翹本啊，哎呦 ，maybe 動機有啊，佢是大數別。我愛攞去吹啊，我好特別啊。那是你嘅衫是 cotton 嘅嗬，你有加咗安裝本好啊？未跌，唔是，伊會跌，你清落去呢哈？哦，佢真係住啊。So the only way to make sure 伊無住，就是spray starch。特別刮你身軀嘅，一陣夾帶做都夾。特別冇啦，I think 當然 spray OK 啦。你嘛做迄個是正嘅主角，迄個無迄個較定。佢哋主角佢哋包啲一洗了衫，洗曬佢洗了衫嘅浸落去主角嘅，你嘅嚟拍啊，安尼佢愛 spray 水淡薄就你哇，好啊，呢就做呢間我一頭買啊。咁你俾係你 spray starch 啊？你俾係你 spray starch， 你 spray 啊，你活咗。係你清啊，你掉起來，你清啊，一般未煮嘅。伊成間伊 feel 伊嘅 fiber 係坑邊特別 starch 頂，伊被治療啦。因為出嘅了，我用安尼做 spray starch 嘛。spray starch 是 spray starch comfortable，spray starch 無成日定到你嘅去醬你麻醬，別使講。伊 spray starch 伊淡薄骨骨，你看你 feel 成淡薄 silicone 嘅slick 嘅呢。如果買得嘢 cornstarch 做 starch 嘛。講啥子？你冇，講你有啥你抓淡薄水落去，不是較骨嘅。伊是可以 steam 咯，when 你伊抓水掉就伊冇用過嘅啦。伊 steam 嘅是伊做可以，你 steam 會 relax fiber 嘛，所以 steam 加一兩一項嘢，嗱有衫時候葉你有當可掉黏掉，你按照做係。按照做係保氣。亂制啊！唔知係咩 wax paper。冇啊，我諗叫當筆生啊，當筆生。哦，見照曉，第一 wax paper 上啦。我唔知啦，大家記得筆生有有保氣哦。對，伊是 wax paper，伊 wax 嗰啲伊見照曉。見照曉，不有成個一 N 嘅 wax 安尼看咧，所以對。有啦，係你見照曉，所以你感覺你有刀只計骨嚇，骨啲咯嚇。當然都冇人做呢，因為你見照曉嗰時，係咪數都真係佢真係唔是啊！你 electric 有刀呀，你用開台。哦，哈，我知，係開台，佢嘅係開台。哦，所以就係你係你個檔嘅係開台。係你有刀呢，就是用你見照曉啦。嗱嗱 electric 嘅有刀冇用見照曉了。我買得good用過。關事啊！特別頂到當今嘅電有刀。有你較舊嘅啦，較舊嘅電有刀一檔嘅一種係伊是無固定嘅，伊往時你會無 steam 嘅，你會用迄個見照曉，伊會做較 slick 淡薄。當今有一個固定嘅，唔係咩 silicone 嘅固定嘅是特啲外口嘅嘛。對，Teflon 啊，Teflon。但唔知我隻骨唔係有啥啊 ？I think 我拍啲，無我maybe 2-3年啊。我對馬來西亞是話有過一道，到底學到咧？嚇？2-3年有一道？嚇！我2-3年前我不過 last time 有啥？我是 the last time 有啥是2-3年前。我無清有嘅啥咧，我有啥嘅時我是用 steam 嘅 steamer 呢一機呢。機呢款 steamer。嚇！啊 ，sorry 我冇必要用嘅呢。你往時燒到佢燒。我感覺有 steam，燒到佢燒水溫，有時要學你超浪，because 你到啲後背咧，見到啲 fabric stretch 就背啦嘅，哎呀，我真見嘅，講到啲洗衫，女人不就用隻手洗衫？哇！有啦，有時一條條。有啊，細漢嘅時，應該嗰個藍色櫃嘛。我到啲，我呢件洗衫嗬，我到啲頂到時，我到啲吉隆坡時睇出嚟時，
我家己寫家己學下嚟哦當誒，冇我到啲 KL 時候，但係沙拉啦，我是讀 KDU 嘅時候，我係三個咧家己寫用手寫啊，一禮拜寫一刀。有那攞是用手啊，用卡寫。我用手有寫沙班嘅，有寫沙班嘅。佢講嘅會寫沙班。我哋粒嘅用卡。我張都用寫沙班咯。講嘅邊啊？我冇用寫沙班。射波叫啊！我寫沙班嘅。我用邊啊？我用邊啊？我攞你啦。唔係 plastic 嘅邊啊 ？plastic 嘅。你未使俾用嘅。你食要食嘅。嚇！你我係食冰食嘅，你講你。我你食係你擦鵝板嚟。對，試試揀啊，等試試揀。你一定面打工嗌嘢，一定面接住。一定面我真係成個線嘴啊！你講你。嚇！對，你知唔知你線嘴啊？於是你會使夾嚟 cut 嘴。你係三門款咧嗬？你夾嚟 cut 嘴嘅時，你那些是一嘴撲就可以淡嘅。你咪明夾手背咯，你夾對面嘅嚟 cut。我用教意思，邊啊？我真係做頭卡錯啊，因為係頭卡。哦，阿冇開頭卡。攞嚇 ，cheap 呢隻嘅 cheap 嘢很。攞看啊！我今日冇寫嘅是，我係名稱報，我到這巴士去我 uncle 嘅厝寫。哦，你有試性哦，阿未寫嘅。漸一試。冇事啦，你看到是白衫啦，有當時白衫我試。有一粒嘢係你我嘅出嚟，我你一追愛食我都係尖啫。你當時尖嘅咩？我當時要炒我嘢追呀！對，炒我嗰陣一個 roommate 啊，一尖加三班，一個嚟湯噶啦，成個起來啊！你幾死啊？因為咩知係你味所真係夾歐郎。哎呦，我哋直頭嘅一個嚟湯啦，嘅笑啊噶！哎呦 ，OK， 所以我寫衫響，我寫衫頂到我係用手寫嘅了。แล้ว手寫啊，就走出個我禮拜是寫3日咯，拜六是禮拜啦，我就寫3日。嚇 That was laundry day 都做。laundry day 對。我寫衫，แล้ว嘅去拍節呢是落有日頭嘅時度。拍到啲外口冇一頭是就接嚟，我知成日一波出嚟可能攤炸咪，所以我就拍到啲南面餅咯。落雨咧，特別落雨時往時候，佢寫過一隻超味、超酸嘅呢一味。我在拍歐郎，一炒不公，還有炒不公，炒不公。伊冇一頭嘅時候，冇一頭拍。伊成個歐郎味呢，可能好都佢就佢寫過嘅了。你點聲啊？你見死晒咯，咁咯。陰嘅事掉。你辣冇辣啊你？哇！寫啦個寫嘅氣去特別一頭拍嘅衫嗬，因為一頭味咯，我真係你一頭味。and then 一定嘅，叉呢，叉。一頭比較胖嘅。我都話拍啲裏邊啊 ，but because 我係 glass roof 嘛條，所以話伊上個拍到日頭啊，你款本，所以本是上個日頭邊啊。哦，你是 glass roof， 所以是貴。對，貴。哦。John， 我諗寫衫早起係阿妹。我早起啦。當時早起。有落寫衫阿妹哦。有本咯，我就當見到脆啦嘛是。我個姐阿妹寫衫，特別正寫衫誒，笨蛋。哦，使啦，冇點寫，佢都笨蛋咯。我阿妹寫晒，我幫我們家姐是阿妹寫吧。阿妹夠硬嘛。但是我阿妹笨蛋，應該未識拍衫阿妹。是啦，叫試老闆啊。我是 dry 嘅。叫試老闆。dry 就見啊。是講我未識燒衫阿妹咩？未使拍衫，未使燈，未使燈籠，未使夾咩嚇。鬼嚟。你咁樣即係我覺得最 interesting， 我俾你講嘅就最緊講嘅寫喺你白衫時，就俾寫喺你淋電，係去寫淋天寫白衫，所以你衫梗係白嘅寫出嚟嘅時，我係馬。呢叫做咩 ？Indigo 係啊 ？Indigo blue 啊！I thought you want to leave it on。
indigo 掉，伊成啊，只有 double blue tint 就啲你白色嘅衫，一看咁 bright 呢。藍聽啊，佢寫下你白衫，我係媽度咩？我寫下時我感覺出面，後面來即地你睇嘢嚟，我即係寫晒。你寫沙本一地呢嚇？伊藍色一地唔是咩？誒咯，我知係咪啊？係你啊 ？Bailey，what did you do upstairs？ 唔係搞。我係你啊！你在人條媽時時一家。我成杜頭皮，嚇，你嘢嚟寫一隻開字嘅嚇，對，一杜頭皮就摸起啊，掂起啊，嘅節，對，我知道嘅事我想開嘛，我係買朋友就頭，開人寫嘅，我係買朋友嗬，就寫到頭邊嘅嚇。我唔知，我講聽伊嘢毛筆係咪㗎啦？嘢林聽嚟啊嚟㗎，我係厝口，我係問講係咪數？伊講啊，你不叫即個啊女後生嚟解寫一個好嘅寫杜頭皮，我係問就趕向厝啦，叫我掉，誒貴人嘅好嗎？啦，virus，我係問是頭趕去走，所以我唔係寫貴。對，我講起咗咧。你應該把當嚇寫便了，你咪成日背出去就。俾人講胡，俾人講胡，佢特都係打。所以面都一樣啦，安慰嘛。我驚我時我話講唔使，對，講嘅我掉。OK，then 寫衫寫褲係 jeans 係款。嗱隻 OK，咁啊講半衫嘅時啊，啷有人捌半過，係咪半衫？separate colour，半配色嘅，我是唔捌啦，特別我捌過自己讀冊時，我一個朋友，伊特別半配色，然後聽到我無半衫加靠半配嗬，伊規客人笑佢，伊係吉利嗬，係是係吉利，講解吉利，解吉利。哦，我唔是半衫嘅，我係講感覺，冇啊冇半色，我是地殼，我們半色，背地殼，冇我衫啊地殼參加家己衫色，特別背我冇參加家己衫色，我背隔了人係背特別。哦，我背喎，我係背啊衫啦，立面衫地殼㗎啦，每時就淨係綠色嘅。我是㗎啦，冚唪唥掂在裏邊㗎了。我大啦，不是參加衫色嘅。嗯。半你冷大啦，半配色。啊，我半呢，because 伊會掉白喺裏面。哦，你明白啦？但係你參食咯，還是你大喇白，你咪是參加你白碌去寫咯。但特別我大喇，隔了是大喇 ，because 我係小水色 ，and then the rest 衫。我係硬喺拖卡布呢度另外寫。拖卡布。少寫咩？我本來拖卡布先參加衫嘅先。唔使啦，我是參咩啊？我是參。我你寫啊嘛，寫一程期嘅了，就是 OK 啊嘛。垃圾啦，我真係就是垃圾咯，咪是嘅，寫一程期啊，讀嘅了就程期啊嘛。你卡出去程期嘅呢邊嘅程期咪是香。啊，種你皮膚較好啊，未夾帶。我都夾帶哦，你 allergy 哦，有人成日講掉 dust 哦，你 dust mite 到你身軀，特別你寫啊嘛。你拖卡布 ，imagine 你係 kitchen 嘅油嘅，and then 你係 toilet 有嚼嘅。特別你寫一程期你嚼，你地殼入面咪是有嚼淡薄，可能你跌掉嘅時，你 excited 嘅時。我咪邊個掉曬過嚟？唔可能有曬。啊，你有 skid mark 個，你咪是寫咪是做就程期啊，寫程期都 OK 啊嘛。冇嘛。冇啦，你係你 idea 啦，你頭腦啊，你頭腦未接受。What you say is true. What you say is true. Because 啦，machine say 嘛，你 machine 寫咗個了程期啦，掉啦，but 是啦你頭腦the fact that 你咪夾個了夾垃圾佢啦你衫嘛掉。冇哟，你講我教你講，我就會有位 friend 佢教我講，佢講啊。伊硬嘅背互我看啦，講你看，你看人穿背穿甲安尼看，做乜嘅咧？你話講算咧，安那愛嘅背，你講都唔知啊，小嘅穿背無穿鞋，行哦，哈，伊講安尼看啦，你講呀穿背啊，
但我就拖卡咧，唔會安尼看講，喂，講我咪，我唔介意洗衫白白嘅伊會使講安尼啊，唔算，我講我講嚇，個安尼啊，講你知咯，because 伊紅搭過去 sports 啊，佚佗 game 啦，softball 啦，咪幾 ball 啦，you know，對嚟，你講伊人會生啊，但係臭垃圾臭味嚇，對，流汗去 gym 嘅衫，伊係講。我係我衫落去洗啊 ，because 我人嘅衫成日講佢幾箍啦，係咪個有時覺得你背是覺得你講啊，成日掃掉伊臭味。Oh my god！合作咧，去 gym 對嚟衫是特別先尖先啊，個冇，有啲人是下掉呢，嘅等佢應該嚟夾出嚟洗。呢個我講，你咩？我講 machine 洗喎 ，machine 就叫應該。洗可以無味較香嘛？對哦。我冇喎，我浸了，我個電話先。pre-wash 啦。我 pre-wash 個浸落去洗。對啊，所以我講我講，哎呦，若是講會多掉味，我都咪咁樣白白洗咯。你看我講，machine something wrong 啦。若是講你洗了個會多掉伊人嘅味。伊講你唔知咩？我講唔知喎。我講我唔捌下面唔捌。你邊唔捌咧臭過？我講 because 我人嘅衫唔捌流掛甲安尼 bad 嘛，上加講掉本是 stain 掉，上加物件果掉，還是我刀白哇，有係你先追去啊個下落去嘅嘛，掉無講我冇講緊一掂落去先啦，若是講我看我 sort out 嘅時候，有淡薄嘅 marks 哦，我驚係你物件追以後先，然後我個下落去咯，你知哦？我有一個叫做 Magic Marine，OK， 所以我係第 scrub 一下了，個下落去都未看到伊嘅 stain 了啦。然後我講有味咩？我講你當金洗啊，你衫等我出來我味看。來帶翻嚟 episode。伊甲我講嘅呢，走開呢，我味無你甲我講 ，because 伊啲洗衫我被對有時嘛，有時伊講啊。伊講你唔知，講我係驚要咁樣白白洗衫。我講你一定你就話你machine無好啦。你看這個啊，就驚講嘅啊，伊講係咧 ，we call it 磨男啊，磨男係咩？磨男係咩？係你藍天啊？藍天叫磨男啊。伊講伊人是叫磨男。磨男是伊是叫男嘛？男是藍色嘅樹嗬。應該是咯。磨是咩咧？唔知哦，唔知咩磨男喎。然後伊個講伊個 wooden washing board is also a hazard，嚇掉你 knuckle 會去錫掉伊個一滴一滴，你洗衫時可能去 crack 者配起來。我洗衫呢，我是machine洗衫啊。愛可以 color 我 uniform 係咪啊？真 dark color 啊。我洗衫呢，伊嘅 color very bright 嘅。如果在咱 jeans 還是成個黑色嘅衫係咪啊？洗啊久啊，伊成個倒去喎。我洗衫呢，我係 a dash of vinegar 落去。哦，係錯。我到洗衫我。珠江嘅啊，哦錯。我係 liquid apple cider 啊 liquid 我係 liquid detergent 咧嗬，我係 one dash 你看落去啦。你臭味？未，你洗啦炒，你衫冇味到 vinegar 味。我聽個人講，伊樣是，你是 white vinegar 啦嚇。你 color 搭 color 成紅色啊、藍色啊，洗啊真正 vibrant 啊。我捌聽過人講是伊個 vinegar 唔知 react 嘅伊個咧 chemically 做伊 fiber something 嘅。這個你洗一三本是後過來嘛？伊真係黏喎。伊無條黏嘅。所以你是食嘢夠用淡薄 splash of vinegar 就去。我係想我無，我是頭我個 bedsheet 係咪無參啦？我個你參落去。阿 John 啊，我 massage 店嘅頭我唔是係你個係錯 ，sometimes 你係錯 ，sometimes 係10你洗半碗嘅3分水參落去嗰啲。antibacterial 本嘛。Okay, I think Louis massage is because of 伊小毒喎。油，冇 because 你是咩油？
哦哟，哦 ，because 像有 massage oil 的薯條。係咯，特別你洗衫啦冇味嘅，你咪係你借啦。laundry detergent 太濟，你去阿你 HE 嘅，阿你洗衫機嘅，但係撥啦走出來啊。哦，你是講我係 vinegar 啊，我係7-8年啊，我特登係我 every wash 我唔是講 vinegar，我講係你洗防安嘅沙本。誒，你係洗防安沙本嘅咩？但係你講係我諗係。Base 最危險嘅就係，if 你嘅洗衫機是 HE 嘅嗬 ，HE 係咩意思 ？High efficiency。High efficiency，總之你哋係low sat 嘅沙本嘅。哦，你只係借殺啦。Because it agitate 嘅時候就要 push 冇啊，嘅撈出嚟呢。你好快，一出開是好快。誒，我上個有一個就是講洗衫時呢，我是講用 powder 啲，還是 liquid detergent 啊，還是安怎？但我當頂到嘅時候 powder 嗬，我 feel 到係平頭嘅奶啊，係 fat。拍廣告啊 ，fat 拍廣告啊。我古早我suka用 liquid 嘅 ，all the time 我用 liquid 嘅。到今 recently 啊，我講俾你聽，我發現到，Costco 嘅 Kirkland 嘅 soap powder 真正好用。Oh yeah，yes I tell you 啊，你知 it all started with 我 friend 伊教我講，伊講而家係你 Kirkland 嘅 soap powder 啊，你係你到頂部啦，係咪㗎？你切個油啊，你 just 入去浸一下 with some warm water， 然後你潑伊啊，一出來你看到伊垃圾，I think 有什麼 enzyme 啊 something 有可能。所以你出你咁樣你看先呀，你噴機啊，有較噴機哦。夾噴機本啦，但當佢切嘅咧，古早先買是隻噴機，你知隻大搭嘅嘛對哦，10 kilo 啊，幾 kilo 你知哦。所以我俾叫我硬 try 啊。我唔捌用伊個，我唔捌用 soap powder at all 嚟 before， 唔捌用 powder 啦。我都是用伊嚟洗，我講你若是伊洗係你你倒布嚇，都是安尼好用啊。Maybe 係攞去洗衫本個好，你冇當嘅味 ，because 我冇熟㗎。啊對，you know，伊人我人是用你無洗嘅。所以冇洗。就是我暑假伊買伊洗了出來無聲條，然後我夾去拍安尼呀。OK， 我俾佢 try 看，我叫唔是我，因為我冇識啥，我叫我。有人就係講洗，有人就係講愛洗白嘅物件，可以白較白，都對啦，未講成 original 白用下面洗，我去做幾那道物件，個佬做未到，係浸藍天咯，係磨南咯。我你頭白嘅嘢嘛？oxyclean 咧 ，oxyclean 未喎，我浸白。你去買一個Kirkland嘅soap powder。OK。maybe 你 pre-soak 伊下，你有嚟cycle，你使成個浸嘅嘛？我叫我馬丁到用 MOA， 唔知叫我咩 trism 啊，什麼有 enzyme 嗰啲咩？浸咩三隻白嘅喎。我浸 baking soda 哈密鬼。你去 try 下誒季節錄音時都教我講下，即係 Costco 嘅藥。我去 try 下，特別powder 我。有一種呢，是唔是？加個。一種，我唔知路人嗰邊上嘅話人嘅啦。我再去看，我是藍色嘅。我冇講10 kilos 啊。對。我冇講係白嘅物件，洗得係100%白啦，及白咁薄啦。點用嘅10 kilo 嘛，比較緊，特別派。8行起咯。伊當然是我覺得是唔是你看你藍白色嘅哦。10 kilo 你冇用啊，變豆煮嘢。豆煮啊！你揀一地呀？即係呀？等陣我唔知，我未看到。哎呦，你未看到，安怎你看啊？伊 laundry detergent， 伊頂管是藍嘅罐。攞白嘅，伊睇先攞白嘅攞嘅時候。等陣我看。伊是一個搭嚟嘅。佢成日嚟要拖街喎。Yeah， 要拖卡，會clean up oil。clean stain 哈，對。
12.7 kilogram 啊。12.7 kg 我正好400，唔是400。哎400啊咯啊，我看到400 正 wash，luang 200唔要緊啊。non bio 喎，non bio 咋？OK 咯，very good 啊，non bio。non biodegraded 咯。迄個我感覺講 vinegar 你來煮頭殼本好啊。200 loads 啊，忘誒 maybe 忘未較細啊。vinegar 嘅嚟做到下炒一個味素。別啦。當然 oxyclean 啊，可能我唔知。我係頭殼，我嚟煮頭殼，我係 vinegar 咯，佢係燒水啊，我看到大 dash 搭 of 嘅啊，我看到大搭，對。yeah, that's the one。想話路人嘅較細，路人嘅200呢。哦。yeah，我人嘅400。我就 try 下，我就 try 下。我去 try。你記好，感謝。路人嘅 video。12.7 kilogram 我人嚟。12.7 kilogram 就用only 200 wash 啊，我人400 washes 哦。maybe 我一比個人生個垃圾。This is the one 啦。Okay, 200 load 448 ounce。我看你幾鐳28 pounds。20塊美金，19塊19鐳。美金10塊嗰時候夠你鐳些啊？按照你辦幾萬呢貴？Because 到比較做嘅呢？這是大陸，他咪效應啦，仲唔知哦，唔知。幾年你看幾年啫？我咪看幾年你。3 years ago 我未去過個。我冇你看到，我這邊嘅啦26塊。哦，去過啊 means。我是25塊99，古早啊，先 start 嘅時陣，baru 到14塊呢 ，OK？哦。先 start 用嘅是14呢，你去個25。就講我每路了，你係你包得，你係要借淡薄就使啦。你就一來有 scoop 嘅嘛？要一個靠姜嘅嘛？講我嚇，伊個 scoop 啊，若是講我係衫無借啦，有時我無貴嘅full load 啊，一半呢。OK，若是講我洗錢啊 dirty 嘅物件，我都係較價咯，你知咯。了，去甜味後生咯。了，若是講看啦，你用布是係咪洗？你係 hot water 還是 cold water？我 cold water，我冇用 hot water 洗晒，我這邊嗰啲用 cold 嘅。你做乜 online Costco 全部嘅嚇？你就去店㗎有啊 ，warehouse 㗎有啊。有 online 有。我當然看我冇啊。我係最真就不到愛聊了，我去買。你幾零我看？我除 laundry detergent Kirkland 我今日是有一個呢喎。今日一個呢？我去以後我看到是 business center 位。我咁講maybe business center 夠貴啊？唔知喎。San Luis 都有 business center 嘛？有，特別真係貴。我唔知有啊，正常冇啊，我看過 business center。我個 business center 真係貴。Kansas City 冇。Kansas City 冇啊？伊係 super concentrate。得啦。我係 St. Louis business center 真係貴，about 40 miles 啊。伊有 branded Costco 呀。伊是 under Costco 嘅，伊是 business center 嘅。伊賣 more in bulk 啊。哦，tapi kalau 唔是kalau Costco in bulk 嘅咩？是，伊是 business center 冇上。伊是正門是有較濟位是賣迄個office 嘅。那種短時咩會有三十零個？一般有賣，你咪當時伊 special offer 啲 business center 啊，伊 normal 我除掉啦 special 嘅。你哋去Costco Business Center Delivery.com 㗎。然後三類零嘅嘛。正嘅。我咁講啊，就好笑一個啦。我較久我洗衫時啦，我用是泡到嘅嘛，然後我就感覺，係咪所謂衫嗬，加定都知啊。And then 咧，嗰陣時我講加定啊，加定都知，因為衫穿起來太定嘅。你係嚟做高嚇？唔是，我洗衫時候，我是覺得一路來是用泡的嘛，然後我發現到原來我衫要係 soften 落去，我衫該開軟去，啊無 after 一拍
拍過後，我情我感覺佢係定叉叉嘅，是我冇用 softener 嘅數咯，真係。特別有人個冇係 softener 喎，嚇。特別唔是隔咗衫特別係 softener 唔是咩？唔係冇特別冇好 softener。irritate my skin 咧，特別有啲人有隻旁邊嘛，比如 softener 我阿妹時我係哎呦，梗係爽嘅，有啲廣告係係咩 soft land 咯，係 soft land 就出名 softener。我身上冇係 softener 嘅 ，soft land 係 flaccid 啦。寫即係面層部，佢用 softener 嘅。soft land 是 flaccid 嘅是叫 soft land。我講曬冇情都就定嘅，最後來是用曬門款寫咧，可以曬計冇可情嘅，最後來。我冇變逼，我講嘅 soft land 啊。冇 soft land 咪 softener 咯。你人冇哋講嘅啦 ，soft land 咪是你未起嘅爛咯，叫 soft land 咯。你自己接並佢講自己去笑，也冇插路，也大鼻，佢講四散，自冷大鼻，我講攞刀喎，我講攞刀，我直接講就冷大鼻嘅自己笑。我那只 focus 講掉先。then okay，so 我咩叫啊？I'm trying 下，唔知，因為真係用下 Google 啲 ，actually powder 嗬，成個卡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嘅。我唔知嘅世界嚟寫國家寫苗啊！對，try 下。做托卡咩佢用？你寫托卡本，你知我有時啊，我係貴啲啦，冇係只隻啦，你知有我？你係啲嘅咩？唔是，我 take in 第六以後先。OK。第六以後我係貴啲 into 我 spray bottle，然後我 spray 我托卡，然後我加嚟煮。依個 good 哦。我煮了，安尼可能冇骨別巴多誒。我俾 try 看，特別我唔知我嘅有喎，那是講佢特啲，maybe 特啲伊嘅，係咧是有啦。按照你再講，我真冇 business center 啊。別使講。我I去 Costco 嘛 ，the nearest Costco，and then 我 Google，because 我古早我看到啦。St. Louis 看到。我 California 朋友伊講伊去 business center 買幾隻刀落來 grill，所以我有啊，我冇有啊，攞幾隻刀啦，有啊，所以我到 business center 買，所以我哋去 Google 咯 ，Google only St. Louis business center 係啦，嚟 St. Louis 啦，嚟隨話啦嚇。買刀幾隻刀。我去隨料度煮好啊隻。backyard barbecue 啦，咱。我買一個搭，那是你在邊內，我這邊啊，那是我去 order online 了。我買兩個搭 minimum 啊。你咪間公司咯。特別要緊啊，現在有呢無貴嘛，即係特別用。特別我就去買啦 ，because 我有 detergent 愛了了。常買物件好，我真正暑假去 Costco 買，你都免想誒，我特別有誒。我落來樓卡位 store room 係是一 rack 嘅啦，是我用嘅物件嘅啦，就特別有誒。我 discount 呢，我就買 discount 呢，我就買誒。Costco 呀。像我手機邊咪是話，喂，你唔知咩？喂，你薄邊你 moisturizer 我唔知有幾日就直搭啊！你笑咩？我們想啊，手機邊手機個，對，哎呀，死啦 ！sorry 就我哋啊 ，sorry 就我哋。我哋見咧，你姑姑俾你知道啊？好，你免去想講你有啊無誒，你就有誒。但係你 COVID 嘅時，人唔就係人冇幫晒抓咯。我嘟好 ，before COVID 我俾大 Costco 幫晒抓，我明見。我就依就 discount 我就俾 discount 就俾，所以我咪是 Costco 嘅時冇就你就問抓後我because 人 limit 頭是 limit 了，但係是冇嘛。我冇夠用個 after Costco 我冇夠用個就冇 back。我就冇 back 他唔知有時係試他是個他，我 during Costco 嘅時 ，I mean during COVID 我硬本時去個幫死咗一定夠用，我買你36你36 roll 嘅啊，我攞你當點啲醋啊？我唔知就0啊，特別我是買下面嘅，我冇買 Costco 嘅票嘅。我冇俾 Costco 票。你是下面咩啊？下面啊，對，下面我俾。36嚟攞咯。
我唔知就 zero， 特別伊粒秒4百6粒嘅嘛。對。我係我用係呢，因為特別我用是無講就上到，因為我出來我老人家了是用筆的，我住我袋咧有筆的，所以我是用佢哋抓時間嚟切海帶。啊，多即係無相國家嘛，有無相嘅筆的佢哋 culture 咯，然後Italy 會有食特別，因為用特別嘅沙本。我嚟試下吹。Yes，你大嘅店嘅買到嘅就，然後你去 hotel 要另外 ，hotel 嘅就是學你一個 packet 咁樣款啦，係大係你筆嘅，然後要筆嘅大啦。Usually 大 Italy hotel 要另外一個筆嘅 separately 嘅。Yeah，Italy 筆嘅是 separate 嘅，然後樣真正關係嘅，樣冇關係講日本啊，你想是樣冇暑假，樣暑假。樣特別刷過去邊啊，為另外一個 standalone 你成個。Yes，樣真正。樣枯掉啊嘛，你枯掉是借落去，枯掉你成個是。借掉。哦，借落啊。樣借。卡吹落去。樣借。然後樣只冇相處嘛，冇淡薄冇相，我樣只關係樣家己處嘅，然後樣只有一個。唔是講只好笑啦，但係一個意大利嘅 joke 就是你在意大利去 travel 時樣無聊樣家己厝嘅筆記出去啊，嗰陣冇關係包嘅。然後樣有迄個樣嘅沙本，因為是去店會買到 grocery store 通買到。呀，後你寫較脆嘅沙本，伊是講較無呢來嘅，較gentle嘅。真奇怪。你咪而咧做 master 時嚟做呢較脆坑。就你卡吹，你 cleanser 啊嚟洗你卡吹，特別唔就係跟你 pH 冇 balance 時都嚟吹話。咁 OK， 講到四三，再講到四三，哦對，講到啲四三，你人第一無暑假嘅 process 係咪？至三是有三？我冇知。唔係，你是至三 ，because 冇咩活得。至三咧，至三都就係我未係烏晒，你未係烏晒，烏晒 technique 嘅就係你 microphone 對烏晒很khó。OK。對，我們自家暑假買迄個 wrinkle free 嘅 fabric 啊。當今只影呀嘛，鐵衫，你咪夾下你，你在。哦，對，壓你好。啊，你咪壓咯。係你衫影，烏晒味。烏衫只，烏衫很好，烏衫都要特呢，都要特呢。我執得我冇咯，咩？那有哪條？那有水。衫，你開你衫，個了起來，你別使，你 button 個了開起來，了你就是，那是講是。我馬教啊，佢。我覺得我搞啲衫花坑嘢，笑掉了。哇，你係太笑啦，未尷尬你。他們有派過衫過佢未尷尬你 fabric 啊。我聽這裏就講完咗嚟開衫嘅了。你開個了，你咪是有你衫嘅。料係成。邊冇你 front 啊，你 front 有 button 嘅有，你有可以更好聲。了。你個嚟有你 back， 你知哦。แล้ว我弟弟有弟弟刷伊啦，刷到第二個 side 咯，你知哦。你有敲者呢？แล้ว我 boy 我第一 boy 我baru kat 有伊 collar 甲伊 sleeve。哦。我冇有 sleeve 後先。特別你問講啊，你講英啊，你會曉有。有陣時你要有迄個後背邊即 shoulder 下邊落來有迄一塊啊，你不要開伊迄個線，你有得一腳個了去。開呢？我講，有衫你帶浪過嘛，你袂使攞嚟一擦入白白，乜來浪過嘛啊，你本就係浪過，係活板。Stop ironing board。ironing board。怎麼你講咩？你講咩？未使講咩？我講有板啊。有板啊，對，喂，只古冇講係有板對。我唔是叫有板，叫咩？對，有板對。你 sleeve 係咪你使晾落去？你衫嘅有板嘅。我古早有買過，係你 only for sleeve 嘅咋。哦，要攞嚟一個細嚟啊！啷在 ham 喎？啷在咧活衫 ham 喎？
哈？还没 ham，你请啥个 call 卡 ham 啊？唔是 ham，唔是 ham，成個嗱，即係一粒嘅 ham。还没有晒 ham，即係即係你嘅 shoulder 嘅咋？你使接自己 shoulder 嘅嘢，有打咧就 steam 嘅。即是我做衫嘅時，我做衫嘅時，你就俾 shape 伊啊，所以你就俾夾隻 steaming ham。你一粒嘅是。像個 bread dough 啊。我知，人做衫有誒。嗰時你去 laundry shop 啊，你 Chinese laundry shop 有誒一粒。Because 有你即是，較即是查某衫啦。查甫嘅衫都直直袂緊 ，because it crease 是格格安尼嘛。查甫嘅衫往時伊 shoulder 這邊邊呢是你比較 natural，特別這是我because 我做衫嘅時候，你特別 shape 伊嘅 sleeve 就你填你嘅 sleeve 是另外嘛，這邊另外嘛，然後伊要接甲伊嘅，係你是你特別淡薄 curve，所以你填你手腕嘅時候，你袂使直直嘅線。你特別很重要嘅 technique 先可能，你袂使一頭 straight 嘅線佢 ，because 伊是 straight to straight 啊，伊袂 curve 咋。所以你特別到啲車衫嘅時，伊車衫嘅後背邊啊，你卡位啊，你指一條，所以伊直直伊步袂直直走，所以成個 gather 掉淡薄，所以變做會成 curve。when 伊 curve 嘅時候，你係 ham 落去啊，你指 steam 嘅時，伊變做圓 curve 呢，水嘅 curve 去嘅。所以你會使用本呢，即個你會使你即個較好用。嘅嚟有啥事會使用好？即個會使用你較好用佢類係你sleeve ironing board。板下對，because 有 curve 嘅時候碰碰咧。你嗰隻女你就係所以actually 較好用。特別我無洗衫，我無有衫，我近來我有折衫，有當時有折衫，特別我是。真久，我跟你講，我真好命嘅，我紅洗衫我嘅。我一頭個切咯，我無去個切了，有隻有人啊，燒一堆奶，切條切了，或者過來活，我無我一頭。殺到咖喱做咖了。我做咖了啦，我後面是做攞刀嘅工，做刀工我了。我無有衫，我是 dryer 夾出來燒掉。囂呢啫。我嘅衫不，我就估無折衫，特別不，我折衫呢，我是有用，我去做曬處做曬冇有一地嚟辦，所以我較接受，我個就 particular 喎，因為好我個結果無洗衫，特別我個愛我嘅衫折 specific 嘅way 就，所以我嘅衫折嗬，我嘅衫較接受當叫我穿嘅呢確嘅衫。伊會辦嗰時呢，係多學級啦，你辦呢，即係你都去看啊，一個後幾件，如果你冇個折衫嘛，伊辦你就成日等個人做，成 gap 啊，有迄個款，伊會博嗰款呢，你當今嗬，伊成日用你係你衫你你講你係到頂面，你手腕開闊呢，成低呢，然後一啲穿出來，若是講你穿啊，若是你衫洗掉可能冇，我衫脫掉，你穿出來，你該壓起來。然後一邊 left side 過去 right side 過去 left， 你當伊手腕拖出來，你 left side 佢再吸過來，你一啲你個手機去都是準成 gap 嘅衫咧，切你衫咧是。我早看過，特別格子衫嘛是像，嘛是我冇用迄個字嘛是差不多。特別冇像，因為你衫個咧就 standard 就好，所以你係去衫度嘅時，衫度真係最危險就。伊是現在 size 個咧，伊 width 個咧上，了，但是講我無想愛折衫，我若是家己舉手咧折呢嗬，我較無呢愛折，我用嗰啲 board 啊折，我較個折。你 try 看伊。你是家己折本啊？你啱無折後？我啱有折後，我特別往時我家己折啦，咕一擺啦。特別你 try 你 board 係一隻半件嘅嘛，你 Amazon 嘅呀。講係你。幾件一頭買 4D mate 嘅啊，你 machine 搞到折。Amazon folding board 上面。但係你阿媽都未使撩女買物件，我無講做，我未使撩女。冇錢辦幾呢？十幾塊呢？你拖 food stamp 好咯。嗱，我這裡，好了。我特別係十幾塊。你人折衫時啊 ，especially 你 socks 啊，你人有
really pair together. 哇，至少是 the socks because sometimes the socks 一 line 無相嘛，一個 socks 跟迄個 socks 無相 even though is white 嘛，係哦。嚇，我就愛找伊個一 line 我有一個拖是唔想拖啦，我一個 box 是個 box 是互你成日吹無白啊。我無，我就是講我吹無時我係記起來。係咧，我係多邊咯。แล้วปัจจุ是你攞啲出來是你吹掉嘅嘛？伊參掉嘅是。我就吹掉伊白 because sometimes socks even though 沒相嘅，伊 design partner。無伊 design 伊較無相嘅嘛，所以我就愛吹。washer 那邊。誒，你看大廊 clubhouse 大廊有迄個喎 balloon 喎。冇啦。冇啦。Happy birthday， 好咯。Happy 啊 ，then 我同你講，我就 particular， 我佢個無洗衫，個無折衫，我後邊我係衫個要折 specific way 喎，我係 decor 呢，我係紅無折我，因為我個結位嚇，特別我個無係 decor， 我等個無情 decor， 我個眉頭嚟折你看，我講真，阿 John，too much information 啊，我都冇叫你看。你講嘛，你冇情地講。冇啦，我意思是講，我那是情到地球，我佢就係偷出嚟，互人看。我個半道走去樓頂啊，我整個一罐嘅豆油，我都出嚟樓下。所以我地球just specific 嘅位我要知，你即你地球 generally 是唔是上加即係三角形嘅看得嘛 ？generally 啦，看你情啊做看嘅咯。冇啦，even though 你有嘅本是意思是講你卡出到這邊。แล้วจะลุยอยู่ล่ะโอเค so วันนี้เขามาจอดแล้วค่ะว่าจะจีอ่ะว่าที่เขาตรงนี้เนี่ย就是對面潮領位啦正啊正是潮領位แล้ว正是諾基卡出來位嗰邊แล้ว正是你嘅玩啦 so 你即時我這邊一啲玩嘅接起來 then 怎下我看怎下我唔會知啊ที่เขา嘅下掉我特別多餅是折起來了，這餅是安呢 trifle， 包咗餅自己隻餅。OK， 那這餅是伊個 elastic 嘅位嘛？了，這餅一啲位，如果係折起來了，細隻起，細隻嚇。了伊呢一條呢，我係考嘅了 ，sorry， 我就 particular 唔知點樣我特別呢折喎，因為我係拖係是。我拖入面有啥？你在這IKEA買嘅呢？是個，一轉是個安尼，一六條啊係。So 我就俾你知呢。大啦，我冇白啲嘅啦。你嘅話咧，我負責我媽都教我人啦。查某嘅地殼甲查某嘅地殼係你使指相。哦，我自己是查某地殼。你自己是查某嘅地殼先。So 我是 because 我是暑假一折起來是一捆嘅，一隻呢一捆嘅，所以我去 travel 是隻 impact 嘅呢，得啦。你一個別算 ，because 設計潮領嘅嘢嘛。因為大啦，本是 particular 就係大啦，我大啦是特別折安呢 trifle 嘅 trifle 折起來安呢，แล้ว伊咪是。安尼等，即個啦上一啲個啦上安尼，了是折落來，了是這邊個折個一刀，啊下起讀嘅是特別 good 嘅餅，到底讀嘅。喂，大佬，你開位 linen closet 是個啦，伊是安尼，個了安尼 good 嘅 shape 呢，所以一條條你見面是安尼幾條倒落出來嘅。喂，大佬啊 roll 起來嘅。哦。我話晒 roll 冇咪夠位嘅。折咯，我唔有講啦，特別折咯，攞鋪睇下 roll 了一嚟 at the end 你寫咗佢。哦，我在你講咩啊？咧 hotel 人折，然後呢，你使搭伊之嚟，你喺度多效壓者呢，可以 roll 起來。每隻啷暑假洗衫機是。頭前啊是面頂開嘅。哦 ，top loading 還是 front loading？front loading。front loading。我只久冇用 front loading 啊。是啊，只人 actually 巴魯
個就 front 興 loading 對是較濟人暑假，嚇，但你較興個對個在 top loading 哦是啊，所以我朋友個換過就係咪數啊？講啊 ，because 我講 front 係 loading 只 gentle 用，冇真正用打三對，一隻嚇，mildew 就啲一條拎嘅喂，我對，washing machine after 我用了啊，我開伊掛伊較熱，我無冚嘅，係 air 做 dry 安尼款的啦。嘛，伊 air dry 無就嘛，安尼款的，有人你洗了你袂再開嘅，我講隻條西，我去條西處理隻條西，乜是 particular 成日玩嘅。我去用伊 laundry 伊隻 washing machine 嘅時候，我洗好咧時。我每度開淡薄，然後我就會夾一啲布，後邊切伊個櫃咧，迄叫咩 gasket 啊，上面伊個條拎嘅嚇 gasket 以後，伊 gasket 伊打工啊嘢到裡面咧，所以你都要夾打一啲布切嘅啦，可以打嘅啦，咧一個別曬苗條啊。這 topic 上個是往下到往 suggest 冇往 suggest 好路 because 上個是有一禮拜來是甲就使講話是講到這個 topic，你成日講伊去用 dryer 時，伊不要用 dryer，嚇，伊唔使就 clear 佢鏈佢cover，所以講用啊冇咪打，冇咪 effective，袂打，伊然後我啱個諗攞沙打袂打。嚇，我每路去叫佢 filter 佢伊講係咪來？哦。because 可能 Malaysia 人冇咪用 dryer，冇用 dryer，我唔係用 dryer until 我嚟 US， 上門，我 dry， 我到底 Malaysia 嘅時washing machine 頭嘅時，我細漢嘅時候頭隻 washing machine 是 front loading 嘅 ，after 咧係真正大漢嘅，然後係你派了到幫到俾 top loading plasticky 那漢啊嘛，然後係你到半嘅大漢嘅嚟估。伊陣時講 front loading 是一個前期 because 伊 tumble 嘅數，伊 gravity， 然後寫一衫較前期嘅是較好，唔知啦，對於 fabric 唔知。佢早時人講白魯吉時，當見佢興到對啊 top 啊 top loading 啊。我感覺冇清楚。我有冇用過冇用 OK 啦。是講你老咧是你 front loading 有淡薄較硬哦。你 especially 較慣嚟講，你免成日落去簽嘅嘢你 laundry。對，你咪就淡薄解嘅對。我當佢咪要 raise 啊嘛，要滾起來，所以成日到啲你頭前嘅，即係佢咪寫住 shelf 咁樣啦。I mean 要 raise up 啊，即 platform 一定有係 detergent 係咪？您講老呢？我古早我是 top loading 嘅，and then 我讀報道是哇，四百行個夾 dryer 生起來時啊，接起掉，怪白滾起來，哇我看你成日迄數碼光，拔到自己硬嘅數碼光啊，係咪光啊？數目空唔是司馬光，係是唔是你拔到落硬嘅是司馬光哦？一直住困啊，我聽到人 snore， 一直 snore， 啊掉，一直 snore 啊 ！I think 是 Enrico，I think 是細漢你困嘅啊，大約啊。誒，是唔是叫司馬光啊？係咪啊？我唔知咩，他等人赤人。我知，我知，我頭冇赤。對，應該是司馬光，拔到落硬嘅位，唔是只見啦，拔到落硬咧，司馬光廿把刀去割開硬破，所以水流出來，係唔是？流出來，咁未掂。對，好笑。佢會記得係告訴我細漢時讀㗎。OK，แล้วก็แค่สักหัวก็วิธีไม่มีเกี่ยวกับ process。我啱啱講的是係佢，我冇用過 washer 個 dryer combine 嘅 unit。我去 Airbnb 是不用過，不用過，我不看過，我唔用過。我baru 用緊，我用過 brother-in-law 嘅厝 ，Malaysia 嘅 brother-in-law 嘅厝。แล้ว你就走係啊，行走啦，แล้ว你行走啊，洗啊，你自己 dry。免刷啦，免。依個 efficient 啊。very efficient。我是只是咁擺，我是我住 England 嘅時候，apartment 是那邊有啊，所以唔是話買啦，對入嚟啊嘛。是講以後話你 unit 真正無好，真正無 efficient。
So OK pros and cons 啊，有好處冇有壞處，無好嘅處冇。伊一個是我睇伊睇 program 哦。你只定啊，你使走啦，你咪去改啊。你會使 program 啊對，然後你咪會使係講 delay start。Because 你係會三隻去，你 detergent 係去你一個 drawer 入邊啊，或者拖去。然後你使講 OK 嘛，像講我阿妹幫我係三隻去。然後係我哋對準時，然後係講馬仔起個死 Apple 3點幾 start，然後我放工對來，你咪佔了一啖啦，你啥是講？免佔啊？冇，我是講你 because 你上 program 嘅時候，你想講你咪馬仔 Apple 你個有點聲拍嘛，所以你 program delay start。哦，對，一直參 dry 啦。OK， so 我對舊處放工對處差不多 dry 了嘛是導致哦，所以嗰邊嘅膠，伊別想講 dry 隻骨啊，拎起係是伊三百 wrinkle 嘅去，哦。你被 dry 一好個夾出來啊嘛，個比較好很多。所以你被timing準準。所以迄個時候，你話以後話你 unit 真正冇 efficient，你得 dry 真正估計打。我聽不人，我咪聽人講伊個separate dry，因為 dry 特別較久，特別咱聽教工講話伊樣怎。馬路先嘅好啊，冇啊！我用前一幾年咯，即係上即係machine，direct drive 一個無一個別講啊，大聲個別講搖來搖去，所以即係放掉意思上講啊 ，winter 點聲嘛，我再講，哎呀，別打嘛，對，死了一頭打咯 ，OK， 冇關係，3點鐘嘅了all in 了。冇講真正久啦，唔是講真正久。我嘅咩聲啊？我聽到人困啊！我知，這聲咩啊？是我還是別人嘅？No snoring 啊！哦 ，maybe 是 snoring。I think 是細漢嘅 ，I think 是細漢嘅 snore。我 mute 麥看看 ，mute 麥啫。我是still 有。是啊，唔是啊。我冇啊，冇啦。冇啊。咩事啊？OK， 咱差唔多了。講洗衫機，你人有用 bleach 哦？我冇。即我係白色衫用。白色衫用 bleach。白色大啦，白色物件有無講特啦。sheets。明朝有早用先說用這裡 Costco 嘅。哦，免呀，嗬。免用呀。因為有一個要想要 try 了啊。唔是我啦，咱就俾架 Costco 少講過類啊，就講特別攤，冇講。sponsor 啊，直接俾 sponsor。我冇講 cost 咯。對，是嘟哥。Kirk 嘟。Kirk 嘟人就係嘟人的嘟人。極嘟洗衫款。咱 dryer 那邊放迄個 dryer ball。我頂到我是下啲 dryer sheet，所以我 try to 買用 dryer sheet， so 我下啲 dryer ball。我用得。dryer ball 是係咩 material？ wool。我唔想。唔是特別 wool 嚟咩嚇？唔知依來安尼款嘛？依家冇 static。有人作迄個 aluminum foil 點知曉？我冇學過。我唔係 dryer ball。dryer ball， 你去下啲何你 dryer on 嘅時都掂落去嘅嘛。所以伊 help 伊拍散你衫啦，fluff 你。加可以加快打。係咩？別幫咁啲你講咩？我係 plastic。哦，係 plastic 嘅 dryer ball 啦。就 plastic。古早人無即個舞時候用係 tennis ball 嘅。因為是超超靈比，嗬。tennis ball 超靈比嘅。伊 material 本比像 tennis ball， tapi tennis ball 裏邊定嘛，即係女嘅嘛。我講大句我那是用 dryer， 我用伊 dryer ball 了。哎呦死，我就係 battle 搞嚟搞。切土，啲嘅嚟搞。
伊講規間厝要倒安尼 ，because 伊想講，佢是伊會使佚佗嘅物件。哦，趣味咯。我是有當時請你洗衫起來啊，你夾出來是伊 trap 到啲衫裏面殼裏面啊。你啲衫是 block 一粒波個撈出來呢。係咯。我嗰時是 trap 佢話寫迄個sheet 嘅 sheet 嘅 sheet。你講呢條，呢條潮領咁樣啊。你攞係幾粒嘅嚇？就擺寫是。兩粒。我係4粒。我們係4粒。我買住嚟6粒嘅話，我係6粒嘅一 set。我就係4粒掂啦。你係3粒。我劇4粒，表係2粒。應該係好似2粒啦，串住粒。有位置俾個嘅2粒。係是，我買 bag 是6粒一 bag 嘅喎。你位是話你烏嘅字啊？烏咧。你講你買你是 plastic 嘅。我係烏咧。一 spike 嘅呢？你伊 reduce。我知。像個 silicone 嘅 material 呢？特別我是，但未必你會本嚟啦。我是烏是 because 伊 anti-static 本嚟咋？是啊。有咯。人講係你 aluminum foil 個是 anti-static 咯。我唔知唔係用。你唔知到底林生理工呢？噼啪，係嘛？你唔是 microwave 啊 ？OK。冇咧，伊 static 啊 ，charge 嘅伊係你鐵嘅，滴。Yeah。我係烏咧，白嘅烏咧。等到我按摩伊สุก係你 long dryer sheet， 特別我冇咩สุก dryer sheet，because 伊唔知。無效嘅，即係人講無效嘅。伊特別你係想特別 waxy 呢？Dryer sheets if you say microfiber 嘅噃對。你 microfiber 別用去，無效去。對。我當買啲鐵頭就係我手就買個 fiber，伊成日有一end嘅物件咧，伊冚到啲伊嘅 fiber 裏面就咧變咗伊 fiber 被 pick up dust 去啊。我知，我攞買嘅時係你一個 set 6粒嘅嗬，我是一 set 4粒嘅，伊是烏嚟，所以4粒呢。所以我唔敢用嘅啦，4粒用2粒。我是伊特別用未歹，直用嘛。係咯，我們是4粒啊，一頭掂㗎啦。對。特別你看你嘅 dryer 大小，若是你 dryer 大嚟講，你咪係個幾粒。我係 dryer，特別我冇咪，我特別那是係。冇講就係 full load 啦。我係 full load 嘅，我若是講我可以 dry 有一條嘅 bedsheet 都是一條鳥。although 我係 dryer 貴大，我10 kg 嘅嘛，伊 for drying 10 kg。個有台灣講咩 dryer ball 嚇，台灣講你 lint 嘅 trap 咯。lint trap 就是有用 dryer 人家會知，伊特別有伊嘅 lint 啲毛毛嘅咧，曬毛毛嘅咧會掉到啲隻棒嚟 trap 掉，你特別 clear 伊烘嘅燙啦，冇嚟講，像台灣講就使伊冇去 clear 嚟講，伊變咗冇 efficient 去 ，because 伊烘未燙嘛。伊叫做 lint catcher 嚟，係叫 catcher。你買伊本是一粒嘅。冇。我係 lint trap 啦，我記伊是一個，伊是一隻棒嘅啦，build 大，像 filter 呢？伊 built in 到啲你 dryer 位啊，嗬，伊只隻 shelf 呢，你 Q 出來，一隻托咧。這是瓦煤嘅。瓦煤嘅。冇想係咧 is a different one。然後你會使個買係咧 lint catcher 啊。你是 pick up 你，伊你行到啲裏面，伊 pick up 你 lint 到啲，伊成唔知 statically charge 下面 pick up 伊 trap 嘅 lint 嘅咧，我就係。你 Amazon 有攤賣本呢？等嗰時候講咩？洗衫嗰邊咪好講過。你冇講過當見洗衫粉變個洗衫紙。對。洗衫粉伊是紙嚟。這是本大人，面是本大人，要做係 convenient 真係呐。個了物件一條紙自己搖去 disintegrate 去嘅嗬。唔是 for convenience for environmental issue 嘛？加環保嘛 ？because 都免用。粉呢？你嘛掉你掉你 packaging。packaging 嘅事。แล้ว你做係免咩？做係免 packaging 啊？特少嘛？未必用做 envelope 啊，上面。
對，你使用紙嘅包。哦，because 邊部呢係 bulk，一部 plastic， 一 biodegradable 嗰啲唔驚。哦，條本可能俾你揼咪是會揼，你包得冇揼。特別我係係我係 dishwasher 嘅 detergent 嘅包得嘅伊個 box 嗰是 dry 啊，當然。我同你講 ，after 用了係你揼啊，你十本款用了，嘅製花，而家製增啊，製英菜，製英菜，對，又嚟低米粉啊！會使啦，喂，製英菜啊，啲米粉呢個味道一啲都真味嘅你。製英菜，我同你講真係好嘅嘛，製英菜了啊，製tomato係咪嘅咩？製增本because 啊，佢安尼大，你使拍坑，你使拍，但是你係可以有。製英菜免拍坑。哦，製英菜就比如打工阿爺數。都製英菜啦，免拍坑。tomato 掉。tomato 就拍坑。都 drill 呢嘛。drill 咧嚇，掉。我搭過安尼款啊，有幾耐搭了嗬，也去製英菜。我受到咪嘅每一啷我用佢啷咯，講係佢delicate 嘅，但係佢啷嗰啲。哦，係socks 啦，係咪 ？because 啊，我講你講啊，係 socks。You know why？ somebody 同我講啊。有興趣啲喎。唔是，伊洗衫了話，伊講安怎伊個背點點無一邊哦。我未記係只去講，係只去隨便係只去出來是無去嘅。伊咩？遮去。有哈，有 washing machine 會掃去嘅。特路會掃去。唔知喎。伊怕唔記得寫只件300位啦，是得咯位。嗰時伊胖嘛，伊是 front top load 嘅胖啊，伊是噴出來。啊，噴出來，一啊。是，one day 伊個 washing machine 啊，上架未 flow 好時叫人來吹啊。哦，掉塌掉。唔是干那掃伊個背，你掃伊地殼啦。哇！伊掃只骨咯，這伊掃到伊水。講after 我講咧，我後尾買下你攞係攞去個影變胖去，看你可 washing machine 掃去。亂洗衫機嗬 ，especially side load 嘅嗬 ，front load 嗬，你在洗你一啲咧 ，once in a while。哦，我看過。你上下一條頭。trap 啊。伊個 lint 啊，咁了掃落去下邊啊，伊 trap 啲下邊啊，伊塌落去下邊邊。咯，所以咕一刀就夾出來。我看 internet， 我看過 video， 人開水咗衝出來，個咧隻垃圾咪夾出來喂。伊無係 drain 聲嘅，伊一個 pipe 掉到門嘅，然後你就偷你 pipe 後你倒落去，一個缸啊，嚇呐，都細分嘅啊。drain 水聲 before 開你掛。伊有一個 pipe 入邊，你使 drain to a pot 嘅。哦。你開門，你開下你門，一細門到啲入邊咗，你翹起來，然後伊有上個一個 rubber 嘅 tube 啊呢。嚇，掉一掉，normally 掉到門位，一夾掉門位啊，然後伊頭一掛上下一個，伊個 rubber 嘅 pipe，然後頭伊掛頭頂面，然後慢慢倒出來 ，do any kind of cup 啦。cup 啊 ，I'm not cup 咩啊？你就 I more than that 啊？大，較濟水。哇！冇你去夾你 Costco 嘅湯，得嘛 ？reuse or recycle。因為 Costco 嘅湯真好用嘅。你使嘅做三巴湯？你愛做三巴湯都你 because 要掛嘛，要掛。要掛嗰隻眼。Yes, it is。你做三巴湯啊？你俾夾嚟。製英菜，製英菜啊！做kimchi做豆油乜嚟？豆油。你啦，洗衫機啊？嚇？洗你洗衫機。哦，係你 tablet 你可能啊？我俾煮嘢嚇。煮嘢嚇 ，because why？係你煮嘢嗬，你夾倒淡波出來，我洗嘢係你嘢 gasket 啊，你 rubber 嗬。
กะแล้วอีฮะเลยแห่สาบุนเนี่ยอุยเซกะแล้ว after that โตแล้วกะแล้วโลเคแล้วพออีกเกียตีเจไซเคิลอ่ะ cycle ฮะ so กู知道的 I say because 我人 hot water 冇 say 袂使有 Malaysia 冇 hot water 嗬 Malaysia 有啊 Kedah 有 hot water 哦 Kedah hot water 你自己嘛 hot water 咯即個 police มันเสียงอ่ะเป็นไงเป็นไงบ่Kedah hot water 是 because 有 limestone สูเหรอ我唔知อีโป้เลยฮะ我唔知啊 because 我唔捌住下邊呢93咯93走去啊困了 snow 我係啲人我唔知佢就隻人嗰地個啦喺度當啲我並冇地喎 clubhouse 嗰個地喎啊我佢驚我佢驚我佢擺內位是咩我冇去出過嘅我睇到 clubhouse 我冇去及撳配冇地撳配大浪 what is dryer ball 哦大浪妹 what is dryer ball 但係我講嘅咯講乜啦講有無我個未見妹有人用旁證嘅哦美國有達到有嘅是上加比上加一粒啊哦 beat 呢係 beat 呢啊咪四季 brand 你依個幾搖呢嚇差唔多佢都寫你晒旁加上加有人我already 寫晒你叫我都買用 B 啊你 allergic 俾有人係旁證嘅啊依個 brand 有嘅叫咩 unstoppable fragrance 幾啊即係你上加啲 tablet 滾啊佢真係用 dryer sheet 嚟時出來個 B 啊個幫你出一隻凳一隻擦皮康嘅嗬喂我聽到我用嘅時我按加咗一半下嚟使用少嚇一加一半一邊貼嘛你就一隻一塊糖膠貼喺你哋加 laundry 係講嘅 scent 你又冇係衫污係衫亂格讓自己洗是嘅去可能 dry clean 我唔捌 clean 係咪你冇洗啊 dryer 唔捌 clean 不dryer 好污係衫亂做洗我洗呢 and then 我是dry flat 你下隻去洗衫機洗啊，下面 cycle delicate 咯，係 delicate cycle and then 特別係下你晾啦，係你唔會走興去啊，對，要走興。我變係 dryer，是 hair dryer 呢嗬 ，imagine 都 dryer，別啊都別 hair dryer。我係2XL 本變咗 small 去嘅咯。冇 baby size 嘅。你我超會去嘅嚟這邊嘅。你隻地變咗隻地。係叫水嘅咯，去掉。我嗰隻嘅 dry clean，特別 dry clean，巴魯魯來魯貴啊。哦。古早都辦古早我大 Davis 嘅時候，嗰時隻古啦10幾年前啊，嗰時你夾去你 wash and fold 就辦完啦就。所以我係去你 dress shirt 㗎了啊。我冇自己洗啊 ，because 一條唔使幾90鐳。啊！但有時有 promotion 嗬，一條1箍呢就90鐳。你 Korean 人開嘅，然後一頭我冇隻借嘛，一幾有千幾刀就千嘅事，我嘛廿行寫我半，如果我講過一隻半段有3隻半段有啲你 dress 出嚟。actually 我頭們成你 dress pants 們成。我按當根本有，伊那是穿 T-shirt 是全部做工嘅嘛，所以較少啦。頂到嘅時候，伊做工嘅時候穿 dress shirt，地秋位啦，winter 嘅時 ，winter 嘅時候穿啥長袖衣衫，伊可能冇時間去嚟 laundromat 嚟可能洗。係咯，佢早半年把路冇咧，冇咧半年。我覺得伊較少啦，我冇嘅，我較就是定，我做工本穿 T-shirt 嘅，你我愛嘅是我較是 steam 嘅咯。喂，我講我哋 steamer。有我古早把路來路 casual 啊嘛 ，especially 到這邊我。個 work from home 咧，即係。對，路來路 casual 啊，所以我古早請假借，古早 start 做工嘅時請假借 ，because 個借人。Malaysia still 有啊。請假。Malaysia still 個人請 dress shirt dress pants 個 Malaysia，解我那時候我到 Malaysia 就請 dress shirt dress pants 啊，我都真 uncomfortable 咧。做。
可能人少當今你去看佢嘅老人，特別 somehow 你成個是 acclimate 到伊，你成個會關係嘅嗬。香港啊，日本特別 material 無相可能冇。唔是啦，Malaysia 哈，伊人贏啲外口是真啊白淡薄呀，嗰個 aircon 聽 aircon 係咪嗰個 aircon 就比較緊嘛？特別冇我看到嘅路邊人啊，你去 KL especially 啊 ，KL 較濟啦，你睇去 KL 是只濟人。隻人就是樣是行落去喎，然後咁樣穿條 dress shirt 呢嗬，依個冇可能真流汗喎，可能。maybe material 樣冇相是樣嘅衫 ，material 嘅同行。係啊，Malaysia 嘅係你 shirt 嗬，做工嘅 shirt 嗬，夾布嘅美國嘅啊，有嘢因為我爸爸佢 Malaysia 查某嘅嚟 button 嘅 shirt 啦。裡面3 inch 嚟。夠晒啦，冇啦，伊冇 inside into 啦，特別伊個是伊 material 是安裝是加同行貴，好啦，這樣 material 是。不是像 T-shirt 你買 Malaysia 嘅巴沙馬蘭買出來咧，然後你現在去這邊嘅8啊？冇8巴沙馬蘭買出來嗬，然後你買這邊嘅 T-shirt 嗬，伊 material 這邊嘅 T-shirt 是較高嘅。對。我 husband 古仔我人到New Zealand是穿 suit 啊。哎呦。穿 suit 啦。哎呦。suit 啦，因為伊 suit 伊 pants 嗰個是 wool blend 過呀。做事，特別 New Zealand 特別嗬，你有感覺到按翻做工啊，你就開較濟類哦。係咯。對啊。at least 你都愛攞嚟 suit，你都愛攞嚟 suit。拍底咪就愛攞掉。攞掉 suit。แล้ว shirt 咧shirt ก็จะ iron แล้วก็จะ dry clean เลย suit เลย suit ก็แล้วก็อาจจะ dry clean นี่ก็แล้วเลยกับ背個無相啊嘛，你情緒嘅事佢就比較攰。佢前把肚 A， 當叫把肚 A。我唔知啦，我人冇大邊人哋估估咋我知事啦。哎呦，攞 at least 一個攞 at least 攞嚟 suit 啦。你攏字背人都自己講啊。我 pair up together。你話字意對面可以 start 落嚟，that's it 咯。你現在咧都拗塔落嚟啦。that's it 咯。對，我本想頂到嘅時我字冇啦，แล้ว我 feel 到一 stretch 上字所唔。對，我個針冇字冇啦，我冇都冇。我啦咁麻煩嘛，係前時個偷緊嘅字，所以我是 pair together 字意對面，所以 stay together 咁樣咯。我本想。特別無我是甲看你收起來是一粒。特別當今特別我 travel 嘅時候，我本是一頂面嘅，特別你一頂面嘛是一円較高嘅咯，你 four，無你嘅嚟轉，伊就變做一彎。我 packing 成個去我 suitcase 啊，我先呢到底伊嘅字嘅位，我咕隆家去伊背嘅位，了下呢塌成個我地殼呢塌呢。地殼呢我字。攞嚟科嘅動一個字就係科嘅動係就攞嚟呢啲佢咪試格嘅就係咁點嗬，攞字攞曬，แล้ว可以ดึงขนาดเรียกว่าไอ้เต้กุลง起來個地邊下，我搭落去伊elastic เลย就係 elastic。差不多成個路啊呢。伊字來是成一粒就鳥出啊，你看到？我給鳥出咯。也是粒很長很大波雜波地根本上就很字。差不多啦，雜波就較細粒咯，大波就較大粒咯。較高。即係愛情是擼掉就伊就 loose 起來 ，loose 起來咯。以前講個 G string 或者感覺字哦，一條線呢。很難做字啊你。我冇情 G string 嘛。我冇過。白出嚟。冇。記者嗰粒舊點解咕窿起嚟嘅？我哋係 Caribbean， 你聽啊 Caribbean 啊，你就係 Caribbean 啊，你聽啊。Caribbean 啊，對。Caribbean 啊，你嚟教。攞隻白教出嚟㗎啦。我哋計咕窿嘅拍格起來咪好咯。G string 你冇字拍格咧，你就一條線，所以你就會。我唔知係 G string 上咗係。我比較情 G string 啊。G string 是後尾我就線，誒我嗱曬成個 floss 卡住坑呢。對，你 G string 是條線啊嘛。我嗱曬唔 comfortable 咯。你頭整就三格啦，後尾是線。你接到卡住坑呢？
别啦，看可情人之 string 面啊。係啦，哎呦，伊接你開始坑嘅就，吼，伊會山嘅山，是咯。但是伊是做每後你接起 crack 有人無穿 G string，古早我爸買過一道，唔是 G string 啊，伊成個伊較 curve 啦，就咪伊較細版啊，唔是空口本是接較穿嘅嗬，佢是當咯，隔山嘅是當。本是空口穿本啊，伊細版咪所以接。我了解樣做做 G string 嘅當時 for 你穿衫是，其實就冇咧，是你 dress 係咩意思？伊未看到你嘅款嘅隻。我當啲有嘅出嘅底褲本事啊，冇款呢？伊未看到款呢。哦，你買穿嘅你阿媽，你講嘅三把嘅是阿媽嘅個照佢哋，所以冇 deadline 嘅。哦，個照。你較薄嘅薄啦。你是講穿嘅你阿媽嘅就快照咯。阿媽誒幾嗲呢出嚟。哎呀 ，OK 啊，咱講物件無講到要加補充嘅 ，before 咱冚打。無啊，咱講個了，咱 exhausted 咱嘅 top 最細三嘅 topic 啊。咱講話加上拜我未記食dinner。哎呦，我唔係未食，我唔嘅要就得。我會使。我冇食到半行嘅嗰啲。我真係啉咖啡呢。我唔想。拗咖啡去啊！你話未有咯？我今日啉水呢，早起個當見。哦哇！我記着啲我今日啉咖啡。誒，我 time 是4點啊就。我知好佢係，特別你嗰時人翻嚟嘛？我係你數嘛，我 one meal a day。我做工先咧，做工冇應該都是未記嘅。before 我來，我本未記講 today recording， 我哋做工了，想着啊，數啊，我個 house 啊，哦。頭晚亂講 about 用 bleach 啊，我冇用 anti bleach， 我是用 oxygen。oxygen 嘅嚇，你咪講。伊是寫 powder 本嘅嚇。powder 嘅oxygen 啊，我個專門用過。有 spray 本有嗎？你沉水，喂，佢聽到 oxygen 冇出嘅事啊，樣就係做水咧，到 oxygen 咧，佢寫咪夾筆啊，咪 stain remove stain 嘅嘛。伊 commercial 真正 effective， 真出名啊！真 convincing 啊，所以真啦，我唔係 ，because 呢隻新嘅 concept 咧，對我嚟講，樣就拍多招啊，成間都寫下面問題，寫下面問題，拍多招啊，你嘢係時咧，做係時冇去 stain 啊。我用你寫咗物，你三條一個 stain， 你看啊，我 always remember to spray before 係就去，我 feel 到啊，就是講你去洗過了啊，แล้ว你愛 remove stain 啊，伊袂啊，伊成接入去啊。對 ，especially 係 dryer 過。Yes。我俾你shout out 啊，shout 嚇。你話 spray 咧，我個係入。呢啲叫做 pre-treat stain remover 嚇。你 always 我就咪講唔落啊！你先講人掉衫啦，唔是就咪講你噴掉伊唔是 stain 咗，伊唔是成個食咗，妖掉。你唔使用手手。會使本嚟會啊？會使。我嘢 remove 本嚟啊！我有條衫我啲洗過啊，所以啊咯。Maybe 你會使 try 過咯，maybe 攞實刀咯。哎呀，你 try 過咯。我 try 過。我係愛記 before 係啦。用 cornstarch。嚇，你再講。用 cornstarch 去 rub on 你。你是 rub，that means dry rub 還是係水 ？dry rub 本會使係水咯。你是成個 almost 成個 force 伊 cornstarch 伊 molecule 伊 particle 接去伊 fiber 呢，可能是講脫伊。After that 是個嘢去洗過。哦，啊不 ，even though 我洗過一本會啊。我 try。我嗰條物件我加入嘅就是即個。但是講啊，我洗污啦，我就係我做邊前一刀咋，古早時，哎呀了，死啊未用啊，乜嘢做俾講呢？叫水有時講。叫嚇，叫個三個 baby。對。乜嘢做啊？死啊個驚講。安尼貴嗬，我係 actually 我講無合格啦，我係 aside 啦，想講啊，也係你三邊去學我哋 friend 嚟驚啦。你 baby size 嘅，知咯，即係
我捌咗即叫查某啲開 laundry service 啦，所以咧冇人哋講話咧，我講話，哎喲，我講有時啊，我袂記都知我行落去啊，掉熱水嚟叫，唔是掉熱水，洗冷水，特別烘海膽唔是啊，係 dry 掉有 heat 啊嘛嚇，有時一條啊，你知喎，你對起啊，你叫fabric softener，係啲一個倒 water，紙面開到啲海膽，一個 stretch 對 shape。back in shape 哇！哦 ，softener 是 because it relax the fiber 數。so 啊，係你話琴日對佢橋位係你個了，你見哪係啥個啦？想死個了，佢程度對。你反正人去買冇，人是愛去買你見哪衫扮嘅，是買見哪衫，咱 stretch 伊做大，特別袂空個了，佢看到你來領頭嗰啲。係你是本隻是見哪 size 嘛？Fishnet。你講我個基本愛潮先是，我做緊你這裡別記起。位置嘛上，位置冇關係，伊是我按照我就變細嗬，我到伊衫就叫水嘅，有個人個再講伊係住 dryer 嘅數。冇就是安尼。那伊 sweater 咯，會叫水本嘅，會叫水本嘅，你唔講係去 dryer 嘅叫。對，所以你洗是衫，你洗淡嘅有時會叫淡薄。伊 dry 是一對 contract 去啫。伊 spin dry 是 contract。但係有啲人咧是伊 dryer 伊係只伊好亂咧 stretch 伊係 sweater 嘅 dryer rack 然後咯。伊好亂勒到啲頂面咧是要扛然後啦。好笑！我講我就當時哇做條腰嚟衫，就這條叫，我唔敢講。誒怎講啊？反正早時你甲我講，你講你嘅衫我 treat 你 cornstarch 嘅，你是伊薄大啦，你是安尼嘅混去擼啊。擼下。Then when 你要洗時，你特別確伊可以 extra 嘅 cornstarch。冇，你擼後先，擼一樣。擼可以係咪？可以清一周。OK， 掃就係啦。清一周啦，你有豆啊，買 steam 嘅嚇，未使 steam 啊。你到去活伊，你知咯？我想冇聽過。了，活伊了。แล้ว after that 是錄到對佢洗佢咯，洗曬慢慢。撳配起來唔知會講咩撳配。真是要活。這邊是條活，因為可以 zip fiber something 咁嚟。heat activation 係可能。伊係點啊 ？Because 我 notice 做了有人冇起。我特別去做我佢那條衫我該心痛呢。係咯。了你有豆未使有 steam。你話走做你俾佢先嘅衫。嗱是講我有夠累啦，我咩調拍講啊，你話你人攞啊咁講，我用米粉嘅，依家我用米粉，嗰時我用 baby powder。我不知佢 baby powder，對，你講我少聽過。掉油嘅話，你滲你 baby powder 嗰時米粉啊，我冇用緊 cornstarch 啦嚇。แล้วซ้ำ落去啊，用手成嘴成人洗衫時嘴就係咯，嘴一行，你哋看到講佢哋油嘅位已經absorb 佢哋混落去一邊都打底一邊，然後 just 翹落可以佢哋混出來，都係混嘅了，嗱嘅了去啊，我點住洗衫機呢？我冇你過來啦，我去開阿人。特別即我寫過咧，我唔知會我 try 下。日本嘅啊，特別是伊 fat。掉到啲 fiber 位呢，所以有時你夾伊 fetch 出來，伊愛線都冇去啊！我幾日掉衫都知啊！我同你講啊，即係啊，依個叫咩？即叫咩？我特別穿嘅衫 Uniqlo 嘅衫超夠掉油嘅哦！唔是啦，是人論盡啊，都買羅人嘅幫啊！你是掉下面？你食下面是掉？我不唔知啊！
有一條對我唔知，對我唔知。伊唔知係一湯噴掉，伊是噴掉成個 soup，那可能是啊，成個都食 soup，那時候都食福建麵，你看到條紅嘛。特別有陣時有時淡薄有 fat 嗰啲嘢，oil 啲面，你食麵是一啪啪那可能，你掉cái鮮呀，你心肝頭呢，看到個咧一點一打呢。你食麵，你是煮食。混掉呢？我冇煮只，我真係冇，因為我冇煮只，我是冇稱我嘅，我意思是稱你垃圾，一陣會使冚垃圾嘅衫啦。係死啊！我這是就報嘅是去 restaurant 食啊，係咪盤？不過你講嗬，嗱講到是稱惡食嘅衫，你今日講你冚咗垃圾，你用隻咩得你款滲滲落去啫，你成講哇，你衫梗係垃圾。哦，你只大係你成講看到。伊我是未看到嘅事，你講你睇你咪得你是看到，你只是記一笪嘅呢。成個你去 hotel 時夾係你我是你 black light 啊，去照看你 stain hotel 嘅 stain，你照我實唔敢多去不知。金配啊，金配。有咩數？我希望你嚟哦，我知你條歌驚啦。講下回下啦，我哋講點了回下。啊，回個。啊，將你使係。誒，特別阿妹咁配，我俾佢白閪。你隨人嚟做daycare 啦，到下邊。叫人咁講。可能我諗咩攤類嘛？冇咁配，咁配我俾佢白閪，我佢白閪就你炒，你會使at least 2面啫啦。我只估冇看到你就先至有驚冇因素。是卵嘅，計啦人所以唔要緊，我拍算要去北海食物件嘛，我唔知幾時過啦。我去北海食物件時，我就會同你講。所以你個我想要去大一枚，坐穩馬去。你仲可以領牌喂？係咪領牌？領牌有？嚇？講句啲聲，聽冇明。你去北海㗎咁矮咗嚇！我嗰聽未掉過，咁我就等慢慢講。你叫我講慢慢講，我創啲你講你是唔是咁配廿零擺你去北海？哦，咩事是廿零擺啊？我冇明白喎。廿零擺就是講愛嘅話講下你梗係使句嚟。講好你零嘅呢，講個 OK 會使啊，會使嚟啊。冇嘛，咁配是北海誒，即係。大粒人嚟就，Raja Uday，浪漫係話，呢是 Raja Uday Queen嚟就紅布尿尿大兵。Raja Uday，可能攞啊，有人講啊。我想要坐我媽，我要坐我紅布尿尿去北海魚，往不去食物件。然後我只係食啲釣珠物件，到底北海只最好食釣珠物件。定住話落隻 episode 啊嘛，是食北海食物件 episode， 定住你定過節嘅。我特擺愛嚟 join 時，我哋就困未醒嘅，都話啊，我冇想嚟 join，我見住4點就醒。唔要緊。有特別希望你嚟啦，未嚟，啲人就謝人嘅 drink 啊，就老抓你 try 開嚟哦。肯定錄音琴咧，是咁講。recording 琴晚continue 嘅講淡薄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啦。咁我講謝晒，最難嘅是我對邊聽下，人介紹我，定到我去學校大時，到啲 E&O 嘅時候，伊人有隻 service，伊來 lobby 個你睇就，伊跪 back，你個第跪 back，一個你睇對去寫字，好好那個上對學校路，伊算緊嘅，所以我要再看。到底我嗰邊，我係Bukit Jambu嗰邊，Bukit Jambu 我咪大概知嘛。Bukit Jambu 我至少有40幾啦，特別我頭講是40幾啊，落河時佢被打個牛郎，所以我要想看有真有 laundry services 叫人去。誒，叫佢俾隻 dryer 啦。Actually 冇我當時想到啊，我係去除我係抹嚇，我係抹大邊啊，有 laundry services 就特邊嘅咋，所以我係使。你去你抹老人家。嚇！我唔是，特別我係買老人家。你即係你只借佢 laundromat 啊嘛。嚇，都是，就是特別我買自己洗喎，我要叫人洗。不如 app，because 邊有 app 上架
像像個 Uber 一陣嘅話，佢嚟 pick up 咧 laundry 嚇。呀，人嚟咧就 pick up แล้ว洗，我有朋友冇洗衫嗰時，嗰時安尼款做呢。頂到喂，我馬來西亞有 WhatsApp。WhatsApp 有 number 你知唔知 WhatsApp 有 business 嘛？所以你會使講講喂地址大陸一直頭嚟，像我頂住迄個是一嚟 pick up，แล้ว43號咧是你個學女嘅，你 pick up 你要93號你是你個學興嘅女嘅。所以當今佢個用啦，當今用搭乘過係咪？你一頭43就頭可以搭乘過。我要再講有呢 service 咯，馬來西亞邊樣嘅位，我當時就啲 Bukit Jambu 啦。那邊是 Bukit Jambu， 我記住對啦 Bukit Jambu， แล้ว我嘛那邊是 Relau 邊，我那邊攏再講話咪有呢洗衫嘅 service， 我家己免洗衫我都真歡喜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佢嚟收聽頻道嘅節目，兩個名嚟講我講大魚吞洗衫嘅，感謝，拜，大家拜，拜。個有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 到最近訂這邊耳考嘅，邊啲學見 logo 訂就一訂看訂聽 subscribe 就一訂就正現了落去咪就同啲啦。大家記邊啲學見嚟買單哈，邊啲學見 .com/G 集，邊啲學見 .com/G 集，嚟我哋看就成個都係在邊正，OK bye。